宜兰县有民众因到门卡口拄好就是公车的停等区，若是停车就会罚款。经过会勘了后，县府就同意先把这公车的停等区线甲划掉。不过，这就互路权的团体佮开始批评。县府就表示讲，因会佮评估把这公车站牌刷位，保障民众上车落车的安全，慢慢去影响到住户的出入。民众将车停伫出门口车位部分占用公车停单区，所以互警方开罚单。宜兰县机关接到知情，最近协同县政府到场会勘，决定先暂时将公车停单区画线拆掉，也毋过安尼煞互路权团体批评。这样的设计呢，对往来延平路的用路人都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和不方便了。那这样子以私害公，以少数呢去凌驾多数利益。路权团体质疑县机关的会勘结果，唔若造成公车袂当停入停靠区，坐公车的民众落车也无法度直接行进人行道，真危险。公车停等的时阻碍阻塞道路，也会造成后壁塞车，根本是以私害公。每天好不容易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忙了一天，辛苦下班了以后，车子停在自家的门口，还要担心被检举达人来罚钱。县官表示，民众的车停伫出门口，确实定去用检举开罚。公车停靠站已经严重影响住户出入的权益，当地住户也希望公车站带来出入问题会当解决。正常停在自己的格子里面，那车子不可能就是短的嘛，一定都会屁股超过一点点。像我前面那户啊，就车子停在那边啊，就被检举啊。那所以，假如说在寻求适当地点站牌迁移位置前面，那我们可能会请就是路权单位是不是评估把公车停靠区改绘成红线的部分。县政府指出，当初是公车站牌设置了后，才有境外产生，造成住户使用甲公车就落车的冲突。后续会评估签刷站牌，也毋过签刷站牌进前，会先撤销公车停靠区画线，也毋过也会画设红线，避免停靠区协防占用。记者综合报道。